市立病院当初开发 QR Code 智慧互联系统，是为了解决救护人员送患者到院后，仍需要手写患者资料问题。一开始是因为授团医疗体系总裁黄明和到急诊巡视时，发现救护人员填写搁做辛劳，便指示开发智慧互联系统。透过智慧整合，将患者资料由病院迄边传到消防局紧急救护管理系统，救护员只需要摕到白板电脑。扫病院的电脑 QR Code 系统，就会当完成资料填写。咱的消防的弟兄真辛苦哦，看因逐摆来要抄遐济物件吼，所以阮是讲内进绵薄吼，把这个互联资讯系统吼，伫几个月的时间，大家感觉讲真好用，真方便吼，搁真安全吼，所以阮也希望讲这个会当局长的支持之下，会当搁全面阮免费的来提供啦吼。我们消防局有很多的分队使用了以后，都表示节省了很多的时间，效率很好。那我希望呢，这一套系统非常感谢院长的支持，他也愿意把它这个提供出来给各大医院来使用。那我会来召集各大医院来进行这一项的撮合，希望能够让台南市整个救护工作的效率能够更好。这套 QR Code 智慧互联系统，整合了病院甲消防局紧急救护管理系统，并无偿提供予消防局使用，提升救护效能。市立病院未来也持续甲在地机构携手合作，为市民打造更加便利、更加高效率的医疗服务环境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